我個仔瞓咗覺啦，我靜靜雞鼠調轉咗間房，我而家拉瑜伽，8點半就熄燈瞓覺。Good night， bye。Good morning。通常呢，今日煮通心粉，不過等我打埋個 energy。通心粉、雞蛋、雜豆，我好搞笑喎！個仔又勁鍾意瞓我間房，我又勁鍾意瞓佢嗰間房。唉，睇廣告啦，咁我又可以咁咧做10次，跟住咁樣做10次，跟住咧陣間就做腳做10次。咁隻手就會慢慢出嗰個。不過最近肥咗好多啊，我狂食啊，唔緊要，你俾我3日時間。不過我等間又開，係咪等間咧？我咪今日開工啦，死啦！又聽日啊，唉，我都唔記得咧，煮個通粉先算啦，用晒呢個 credit 咧，咁煮埋早餐咧又可以用啦。咁就搞掂啦，所以我鍾意朝頭早起身，4點起身，我有3個鐘頭私人時間，梳頭啦，搽啲護髮嘅頭髮嘅嘢啦，跟住洗面啦，刷牙啦，煮早餐啦，玩瑜伽啦，打機啦，睇書啦，睇新聞啦，咁樣跟住佢哋就起身，其實好開心，好 self time。咁太陽出嚟就出去同佢影下相啦。咁啊，啲狗仔就要晏啲先，因為我一出去咧，佢哋就係咁吠，我唔想嘈到隔離鄰舍，所以要我去好安靜，係啦。咁跟住就車我仔返學啦。我唔記得咗我今日要做嘢啊，因為聽日啊。好似係聽日，有40個 energy 就要睇廣告好耐嘅。咁你哋睇住我打，因為唔會嘈醒你哋，因為你哋本來就在睡覺了嘛，你們醒來已經醒了，對吧？我還可以那麼早起床，我還可以跟我爸聊天，因為我一家人只有一個人跟我同時間睡覺，同時間睡覺，同時間起床的，那個就是我爸。所以我還可以跟 Lucas 聊天。Lucas 那邊現在4點多，就7點8點多，我還可以跟 Lucas 聊天，所以我的時間其實好好用，好好用我的時間，真的。27，我應該投資在餅乾還是冰淇淋呢？好像投資在冰淇淋好一點，冰淇淋 OK， 免費，拜拜 See you guys later。我而家靜靜雞瞓返去隔離啊，好搞笑嘅，我係一個自己同自己玩嘅人，好開心啊。跟住咧，佢唔知道，我瞓咗去佢房，我扮瞓覺啦，拜。